下学文简名笔筒，112年全国语文竞赛客家语朗读文章高中学生组编号2号4000文研作。用镜头记录台湾鸦片土地的拖延是80初的出生机党对天党看讲下，佢讲拖延的笔筒就像是散落一地的水晶，金闪闪的。2只拍好的一前一後的筆筒面比個拍斜斜的身影，因地平靜的水面，濃濃的水蓮花對長長的水柱淡出水面，細細蕊的花就像是天堂一葉一葉的生呢，講到奈唔得。立秋長高阿踢，筆筒就比來了一群準備愛過冬的人客。吊腳吊水紅色嘅長腳，人到淺水所在天天嘅行，吊水滴水度掃來掃去掃唔會停，實力股啲嘅潛色，嘩啦嘩啦嘅細水鴨，頭拿面入水度，似乎翹到半天高。忽然間，一粒扁扁嘅石頭飛啊過來，嚇到一群吊嘅撇一邊走，原來係筆筒船。一身細袄的，啲個打水漂的，坐喺樹下徛等釣冰嘅南美人，太上嗎？人家啲也釣魚的，唔到高帽頭，啲個變墨嘅出師，莫來也搞。熱花客上天堂，啲水樓梯嘅夾嘅拍學花嘅清香，等等也風散開來，也掛喺上嘅，混得很等。嘎嘎嘎，像烏牛的安泰嘅怪嘅，非得米秋水，相對家人身上出來嘅四隻腳，啲筆筒船，潛等所在上岸，沙哥發現將啲水度跳出來嘅烏羊，臨時就對草豆掃出來，開始腳幾豆。有人同拖延合作，前同志向。也都帶像文公用嘅大大細細嘅筆筒，全部係人工熱出來嘅，寫明啲開鉗嘅高長度，先辛苦，嗰不將熱筆筒來燉水飲甜。筆筒青島嘅世界有萬個隻，也變成拖延青體樹嘅地理景色，每一隻筆筒都有自家嘅故事，當多人第一擺嘅秋水。第一擺嘅釣魚嘅都係啲筆筒發生呢。年是年，等等時代嘅流轉，拖延都市化嘅長途進來進過，有到筆筒實體飲水嘅功能，一隻一隻本人囤踢去做機場、學校、魔術公園，村道嘅筆筒經過規劃整理，有為新生命嘅延續。變做現代人休閒老了嘅好素材。神夢按自細有中意搶分享，還愛拜託大家開再講客話，傳承客文化。